馬會宣布透過賽馬會緊急援助基金提供1億港元嘅援助，以解傷者同死者家屬嘅燃眉之急，包括向每名死者家屬發放15萬港元嘅緊急援助金，傷勢嚴重嘅災民同情況穩定嘅傷者各獲10萬蚊同5萬蚊緊急援助。李嘉誠基金會宣布撥款3000萬設立緊急援助基金，支援受大火影響嘅社群。基金會亦將撥出額外5000萬助力社區重建復原。公益金亦都撥款5000萬成立基金，為受影響家庭同人士提供緊急經濟援助，並透過社署向每位死者家屬發放慰問金。至於李兆基基金、九龍倉、匯豐同恒生以及霍英東基金會各捐出3000萬，周大福集團、新鴻基地產、信和集團同黃廷芳慈善基金、邵氏基金會、招商局、中銀香港、友邦香港都捐出2000萬。恒隆集團捐出1100萬，星展香港、渣打香港、瑞銀慈善基金、嘉華集團同呂耀東、中電、廠商會、富途證券等都捐款1000萬。內地多個企業同組織都捐款救災，馬雲公益基金會同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各捐贈3000萬，阿里巴巴集團、華潤慈善基金、順豐、特步集團都捐出2000萬。361集團捐出1500萬嘅現金同裝備，另外農夫山泉、安踏集團、螞蟻集團、香港小米基金會、復星基金會、信義集團、字節跳動香港、比亞迪、百度、滴滴、聯想香港同 JNT 極兔速遞等都分別捐贈1000萬。